今年剩无几天，也来自2023年，有一寡国际上的焦点人物，亲像下届的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，还有奥斯卡影后杨紫琼。伫运动界有棒球明星双刀流大谷翔平，拢正兄目引起讨论。因若国家头人这部分，一定爱讲到英国的查尔斯三世，伊伫73岁登基，成做英国的国王。请爷典礼气派西面是2023年5月，英国王储查尔斯总算加冕登基，成做国王查尔斯。In his name and after his example, I come not to be served, but to serve. 查尔斯3世3岁就做王储，煞一路等70年。2022年，受世人敬重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6岁过身，查尔斯73岁才坐上大位。目前英国的银票银角拢渐渐咧换新，改用查尔斯的图样。镜头换来看56届的大红人，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。泰勒斯演艺生涯阁长袖高峰，歌曲是音乐平台 Spotify 风听上侪届女歌手。今年3月开始的时代巡回演唱会，收入超过327亿台票，破历史纪录。演唱会的纪录片10月放送2礼拜，全球票房突破51亿台票。And I know with every second of this moment that we wouldn't have been able to make this short film if it weren't for you, the fans. 泰勒斯的歌词，佮鼓励真侪当着难关也是性衰小的人，唔但爱有自信，佮爱勇敢反击。这也让泰勒斯成做富比士百大影响力女性的第5名，嘛是今年《时代》杂志的风云人物。另外一位为大众带来正面能量的，就是奥斯卡影展95年来头一位华人影后杨紫琼。Ladies, don't let anybody tell you you are ever past your prime. Never give up. 是演艺界40年杨紫琼，今年以马的多重宇宙摕到真侪国际大奖，包含奥斯卡影后、金球奖影后等最高荣誉。若讲到运动界名人，就一定要讲到拄和美国洛杉矶道奇签10年220亿台票，合约金额破纪录的日本球星大谷翔平。牛头牛讲的大谷翔平，今年摕到美联年度 MVP， 甲马大最高荣誉汉克阿伦奖等13个奖。除了精彩表现，大谷翔平嘛带动大规模的经济发展。包含门票、相关产品、甲广告等等，或者预计2024年至少带动140亿台票商机。我今仔日本来想讲，甲恁讲台湾话，但是愈想愈紧张。科技方面，今年上受注目的话题就是 AI 人工智慧。台湾人上熟悉就是讲话趣味的回答执行长黄仁勋。黄仁勋伫咧台湾出世，1993年创办半导体设计公司回答。AI 产品今年登场，就带动回答股价大起，市值破1兆台票。Hi Barbie, Hi Barbie, Hi Barbie, Hi Barbie. 除了这挂真人名人，今年秀落的2大电影《Barbie》甲《奥本海默》，若无小抢市场，甚至佫出现《Barbie 海默》双赢效应。两地票房强滚的电影，入围金球奖真侪奖项。明年1月17颁奖典礼，佫在对决。记者苏美整理报道。